Roadshow 一直致力推動環保啊，為咗可以進一步履行社會責任咧，佢哋就同馬灣公園挪亞方舟攜手合作，搞咗一個1連2日嘅一路救地球6日在方舟活動嘅。2日嘅活動非常精彩，包括1連2日 Green Bazaar 6日嘉年華，當中有環保車展、綠色生活產品銷售、免費面部彩繪同埋環保工作坊等等。而星期六晚就 Green Dinner 低碳晚宴，同埋星期日晚 Earth Reborn 謝安琪音樂會。而音樂會嘅門券係先到先得，換完即止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！講到音樂會啊，究竟其實音樂同埋環保又有啲咩關係呢？不如睇下我哋嘅宣傳大使有咩睇法？我覺得音樂同環保都係同生活係息息相關嘅，因為音樂啦都係講緊我哋生活上嘅一啲譬如感覺啊，我哋生活裏邊嘅一啲片段啊咁啦。而環保呢，就係關於我哋點樣先至可以繼續有好好嘅生活。點少得你嘅參與啊！到時見啦！地球再生，6日在方舟。想知道更多有關一路救地球6日在方舟活動呢，就可以打呢一個電話查詢，又或者係瀏覽呢一個網址嘅。咁有意義嘅活動，你都快啲嚟參加啦！Roadshow 一路救地球6日在方舟，主辦單位 Roadshow， 聯合主辦挪亞方舟，特別鳴謝新鴻基地產。